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啊！平安，咱讲初一早初二早，初三困较饱咱台湾人的年，咱讲初三困较饱哪会困较饱咧？就是要休困因为搁刷落咧，这新的一年这新的一年咱就开始要来行咯咱就一年头前的道路咱是要安怎来行所以讲你嘛捌听人咧讲啥物？咱即马所行的、所做的，是因为着咱的信心，毋是因为咱看见啥物，因为未来一年到底安怎，咱毋知。所以今仔日老师照着希伯来书12章第1节甲第3节，要甲大家来分享，啥物是正港的信心啦？到底讲信心是啥物？比如讲人有讲恁信耶稣的，恁信耶稣的，可能恁较软弱，可能恁的思想较奇怪，才会去走去信的。有的人就甲你笑。对一寡咱信主的人，咱的虔诚信主的人，咱就讲，哎呀，主歹势，我的信心较少，较无啥信心，你请你来祝福。这个到底信心是啥物？正港的信心是啥？咱若对今仔的经文，咱大概了解正港的信心咱咧面对着未来的代志啦。这个信心毋是干那讲咱即摆看到尔。咱对未来的代志到底如何？你安怎有把握无？还未看见的代志，是未来，是还未看见的，连个兄弟拢无的，拢无。其实讲你毋知，毋过咱对遮你讲，咱人活着，毋是靠我靠咱看会着呢，是我靠信心。当然，无信主的人嘛有信心，有信主的人嘛有信心，毋过有啥物差别？咱今仔要讲的。就是讲，咱伫基督内底，啥物是正港的信心？啥物是咱正港的信心？照着上帝话，咱要来相信啥物？咱相信了后，咱所做的生活，价值也好，态度也好，是所做的方向也好，咱拢会当来表达出来。迄才是真正的信心。若随你讲的，生活啦，啥物拢无的，迄是假。共款，咱听道嘛共款，你一直听了足好诶。你若讲听这牧师讲嘛袂歹，听迄个牧师讲嘛袂歹，拢听了足好。问题你所听落，若无甲你诶生活甲表现出来，就无采你听咯。你听就无效咯。甲咱照镜共款，哇！看到这牧师讲，迄个牧师讲拢讲了足好，照镜足水诶。我一个头落，就袂去就无去就足可惜。咱的信心毋是建立伫这虚的，咱的信心是咱咧生活当中，第一项就是用咱的行动，咱的行动甲表达出来，咱的行动表达出来。你若看到今仔经文的下面11章的24甲20节，特别讲到一个人，这个人是摩西，摩西伊自细去捡去到这个埃及的皇宫来大汉，伊大汉咯，伊踮咧皇宫嘛学了真侪物件。你皇宫是敢若王子共款，安尼有好无？足好。毋过伊大汉安尼，这圣经来讲，因为伊相信，到底伊相信啥？咱等下慢慢看。圣经里甲讲摩西因为信，因为相信，伊大汉了伊就毋肯啦，讲伊是这埃及查某人的囝啦，埃及的，其实讲就是伊无法讲我是埃及公主的囝啦，伊无爱讲，伊讲我就无要搁做埃及法老这个国王查某囝的这个后生。伊甘愿啥？甘愿甲上帝百姓相招做伙来受苦害，毋愿啥？暂时来享受这最终的快乐。伊的想法是讲，伊是为了基督来受拖磨。伊甘愿为了基督来受拖磨，毋愿意你埃及遮尔好的财物，搁甲过去以外，因为伊所仰望的是要将来要得到的享受，是要将来享受。准咱你生活遮尔好，你敢会为了基督？的原因来放下这最终的快乐，暂时的咧。
这若毋是心肝内底对上帝有把握，一般来讲，咱是做袂到。一般来讲做袂到。所以讲，因为摩西伫遮甲咱表现一项代志，就是讲，因为伊对于上帝应允好诶这将来这个物件有迄个坚定，有迄个望，所以伊诶方向改变，伊诶方向就改变。伊甲世界这权威，甲世界这钱财享受。伊讲我会使放落来，为什么放落来？去选去旷野，去遐拖磨，去遐受辱，去遐食艰苦。伊毋是为了民族伊毋是圣经甲咱讲伊买即个物件，伊是完全为了基督，为了主耶稣，这是为了基督，毋是讲当初当然迄个时阵，伊当然是为了即个即个民主等等的伊的百姓。但是新约的解说就是讲，伊当初的内心内底，伊是为着主基督，甘愿受拖磨。为什么伊会安尼想比？即个你享受比埃及的即个财面较贵气？为什么？真简单，因为伊所想到的是你基督内底迄永久的救恩永远的享受伊有即个想法，所以因为即个相信，就带来伊即个想法的时阵，伊的价值就无共咯。伊的价值无共，所以伊的行为所显出来就无共咯。所以真正的信心。毋是嘴里讲尔，是伊生活当中会当显明出来，迄个信心是啥？今仔日咱嘛爱想，咱的生活当中，新的一年，新的一年，初一早、初二早、初三困较饱，初四过开，刷了一年就要开始。对于这新的一年，你对于主耶稣的信心伫倒？咱的生活要哪表现？今仔日咱做伙伫主的内底，伫遮敬拜。咱嘛会使讲休困、安息。咱这安息是为什么？因为咱愿意来分别，我是属于上帝的我是因为信上帝、信主耶稣。今日礼拜下晡，我甲众兄弟姊妹做阵，伫遮咧敬拜、安息。为什么？因为我相信主，我相信主会带领，互我休困。新的一年，伊会当带领我咧经过一年当中，无论这年是啥物状况。因为我知影伊会甲我同在，所以我的生活、我的各方面，我就袂惊吓，我就袂惊吓，我就会当讲即个各方面我会当安怎，我会当讲来分别出来。所以讲每一个礼拜，伫姊妹有人讲我做无用，真可惜。你若信上帝，你会当理解，主是安怎要叫咱来休困，是稳定，但是叫假使咱是属于主的人，咱是分别出来的人。咱而且嘛咧操练一项代志，讲主无论明仔载安怎，我今仔日点就是要来到你的面头前，甲兄弟姊妹来敬拜，来听你的话语。我会用我行动来显明主我对你的相信，我对你的相信。我刷落去咧，咱搁来看圣经即个雅别，伊今仔日咧经文话咧讲，那个雅别甲该文。雅别是即个饲羊的、雇羊的，该阮是种土地的农夫。你当初有领着上帝的教示，讲爱献祭，即个该阮就摕第二个出产的物件来献祭。你讲伊有行动雅别摕伊的羊的头生的羊，甲羊的即个油来献祭。而且真趣味，咱看到啥物？咱在遮咧讲，就讲咱这个信心的生活会显明出来。你讲伊这嘛显明即个雅别伊献羊，即个该阮献土地种的物件。那为什么上帝会看重雅别的，无看重该阮的？这上帝是安怎想？意思讲咱就甲咱的现在，伊会无看重？你来咱咧小想看，啥物伊会无去看着咧？咱嘛有行动这个行动为什么上帝无看到？而且你注意听，雅别献上的，结果咧，这个献上了后，哇，这个代志发生伊个这个雅别因为着信献祭互上帝，比该阮的献的较水。伊讲伫遮着着这个感情，讲哇，这因为伊安尼献的
伊阵啊，伊是义啦，哦，伊就是义。啊，为什么即个解阮咱会无当做是义呢？这内底最重要一项代志是信心的表现，信心的表现。结果即个代志本来是真水哦，即个阿伯献即个物件献真水，啊，解阮献正常的物件，上帝讲你安尼毋对。结果哦，即个上帝较介意即个阿伯，结果即个解阮就甲因小弟甲刣死啊！刣死了后，则圣经里讲吼，上帝啦指即个阿伯的即个物件，甲讲哦，你即个所献的物件，就是你信心的表现的证据，所以你是有义的。结果因为因大兄惯道啊，把即个解阮就刣死。毋过伊死了吼，这圣经甲咱讲诚趣味。伊虽然死吼，这因为信心嘛遮尔大，既然佫会讲话哦，所以上帝听了即个信心所显出来即个话，所以来对即个即个解阮来讲话。意思是啥物？意思讲咱即马所献的啦，因信心上献起哩，无论你是怎样状况。你上帝啊，拢是纪念的。无论你人在世，还是无在世，上帝都记。可讲你生活当中啦，用信心去做的物件，你出来你就甲咱无共。你出来甲咱无共。你毋是敢若讲迄随便的。那解阮即摆是安那会讲上帝讲看袂起？因为伊凊彩，伊迄信吼是凊彩。讲上帝你啊讲安尼啊，我有做到啊。你讲我安尼有做到啊。但是阿伯是因为伊相信即个代志，所以伊在你生活当中，伊就献上上帝甲伊讲的代志，毋是凊彩，毋是随便的。咱今仔日遮听到嘛是共款。虽然无管牧师讲了好歹，但是你要相信，你因为相信信即个上帝的呼召，讲你要你，咱就是要来上帝头前。毋是讲上帝歹势啊，我即礼拜就工课也无用，无用，所以我就无法度咧。我足侪代志做无用的，所以我无法度甲即个时间分别出来。主啊，我嘛是相信你哦。主我相信，毋过就是安尼。当然，咱有特别的时间，无一定礼拜，每一个礼拜，有可能淡薄有当时会特别牧师了解，但是你有甲即个时间特别奉献出来。这是因为你相信的问题啊！你相信讲上帝讲咱就安歇哩，咱主哩，咱就爱来上帝面头前，爱来敬拜，甲兄弟姊妹做阵来敬拜，来听上帝话，这就是信心啊！但是有的人毋是啊，有的人讲我嘛有信啊，主我嘛拢有去啊，我平常时也嘛有去啊，毋过我就真侪定定代志无法度，所以我就无法度做，所以我就无法度甲兄弟姊妹做阵所以你有想看觅讲，包括咱即马教会奉献。嘛是共款啊！奉献的时阵，你爱想有诶基督徒请人去，请人足好诶，摆去拢足赞诶。毋过若去教会奉献迄对迄就淡薄仔无啥会感诶，无啥会感诶。若送人物件，送了足好诶。若去买物件，嘛拢爱买足好诶，拢有。若去到教会奉献就讲，主啊，这小迄落，小参详者。若牧师若讲到这样，足敏感诶。讲牧师也莫讲这啦，讲这奉献讲到这钱咱莫讲，咱来敢若做心甘情愿咱来甘愿诶啦，这莫讲这咱就无。但是兄弟姊妹，牧师要甲大家讲，你所做的每样做诶代志，无论大项细项，上帝毋是看这。毋是看你献啥物，是因为你用信心你来对你。主啊，这就是我献上。主啊，这个时间就是你的，我献上。我的生活就是安尼。所以这个信真伟大，就是讲上帝看到你，因为你相信伊。我相信咱每一个人嘛共款。你有爱人相信你无？咱嘛爱别人相信咱啊。上帝嘛是共款啊。伊讲的话也好，伊甲咱吩咐的话也好。
咱有实在去做无？所以为什么拄则讲，确实讲，咱有当时较软弱，信心较无够，无毋对。毋过新的一年，主啊，求你来加添，我愿意更加吼，来献上，献上我应该你甲烦恼的代志。虽然我毋敢讲我做了偌好，毋过我迄个心就是我愿意，愿意照你的话来做，愿意照这个方式来做，当然有淡薄啊，若有真济的即个互咱无遐好势。当然，咱伫做内底，咱讲主啊，请你原谅，总是我一定真心要来做这代志。我相信上帝的纪念，毋是讲我这个形式，毋是形式，是咱迄个内心的问题。所以，因为这个亚伯愿意献就这个时阵，虽然因这个大兄哥甲伊杀死，不过伊永远因为迄个信，互上帝来替伊伸冤，互上帝来替伊伸冤。所以这个信伫行动所显出来，伫主的面头前是偌那水的代志，足水的代志。所以咱身躯的这一年，咱要来去表现讲主啊，我是对你有信心的。咱的生活要安怎做，咱就爱来思想。咱每一项所做的，拢用信心来踏头前的脚步。礼拜日咱来做的，因为我相信主，我休困。新的一个礼拜，无毋对，我原来有足侪代志，可能爱有真麻烦，会烦恼。毋过我即时阵我就是放我来到你的面头前，用信心讲主，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即摆放我毋是讲我即摆去做去超万的，我无我就是要掠你的应允。讲你叫我安尼做，我要安尼做。新的这有问题，我相信你会甲我帮助。所以虽然伊即个亚伯遭受困难，你甲看，毋过你甲看伊。虽然这个部分，原来上帝甲见证讲，这真水，伊的性格会当讲话。你看人死啊呢？毋过其实无死。你主的面头前，伊无死，伊是活跳跳，足好。第二项咱要来讲，要来讲啥？讲正港的信心会当看见啥物？未看见的实质，意思是讲啥？讲你著看，会当看见未看见的实质啊？牧师用家己做比喻好啊。我迄当阵拄啊结婚的时阵我医生去检查讲，恁袂使，恁袂使，袂使这就以后就互人讲咱袂使。毋过有一日我咧开车的时阵你时候，安尼奇怪，安尼一个查甫囡仔，一个查甫囡仔，一个查某囡仔伫我的面头前。你时候，我咧开车。我就甲即个牧师讲，牧师，奇怪，我的目睭前呢，一个查甫囡仔，一个查某囡仔。讲你是啊，你目睭花去。讲奇怪，目睭花安尼啊清楚，你无看，伊讲伊无看，奇怪哪安尼？结果时间过了，迄当我看到是无啊，因为咱无咧，医生就甲阮讲，恁就无当有囡仔，你看迄是啥物意思？尾啊。上帝阁找紧一个牧师甲我讲上帝赐你一个查甫，赐你一个查某囡仔。伊当嘛无啊，嘛未看见啊那。毋过迄当我的信心就淡薄啊，讲那遮奇妙。迄当我拄啊信主啊，那遮奇妙。这真诶假？这牧师讲真诶还是讲假？总是时间来证明嘛。尾忽然间过2年外了，讲有一日。牧师你甲讲，伊敢若有死，咱医生就讲你袂死啊，你有死。讲毋过咱教会拢有咧祈祷，伊讲伊敢若有死。尾也去检查，真正有死。我迄当信心就来讲感谢主。迄当看迄个就实个。迄当就无。尾啊，即马已经是淡薄仔有哩牧师娘的即个腹肚内底。尾啊生查某出来一个查甫，一个男的，一个女。阮妈妈就问我讲，恁这上帝是啥物上帝？我对上帝就好，伊甲我讲即个查甫了生了连讲过生一个查某。伊讲后尾那代志你后袂讲，讲真诶上帝安尼讲，一定安尼成就。所以讲即个物件是我诶经验。讲咱若真正诶信心是会当去看见未看见诶即个实际出现。有阵时你都物件就拢无，你都无。毋过你已经开始有感觉即个诶。我毋知影你有即个经验无？有当时你做一寡代志。未有你心内已经是讲有啊，上帝已经成全啊，我毋知你有即个经验无？你心中诶内底有一个有一个做即个耶稣有一日来你诶世上你传道诶时阵你传道诶时阵
有一个做别种的耶稣去甲迄个加百农啦去迄个加百农的所在，有一个百夫长的别种的来找耶稣，来甲主耶稣讲话，主啊，我的仆人迄个身躯半碎去啊，倒你厝的有够艰苦的，有够艰苦，主耶稣就讲，安尼好，我来甲伊医。这个别种安怎讲？你讲主啊，你要来阮兜？哎呦，歹势，担袂起啦。你一句话落你简单一句话落我的路无就好起来。为什么呢？因为我知影，你知影啥？因为讲伊知影我是互人管的啦。我有管，我嘛有管人我有管兵我若甲这个兵讲你去，伊就去；你来，伊就来。我甲我的老婆讲你就做安尼，伊就安尼照做。哇！主耶稣听伊讲，甲伊对斗阵的人讲，哇！我甲恁讲，这个人实在有够天心的。你以色列当中无人像这个人。这个人有认识啥物？认识讲主若讲，虽然伊还未看到，伊就已经领受着了，伊就已经领受着了。所以这对咱来讲，这是信心的表现。即马咱活咧目视的时阵，我知影恁若咧查经，特别如你讲着这个目视的时阵，虽然真济代志陆续咧出现，但是毋是全部拢出现。我相信咱的信心嘛会当因为这一说无一定讲完全才有尼大，但是咱若知影，咱若有去查经，咱若有咧理解，咱就知影咱的目视应该安怎挂靠上帝来。虽然真济代志无拄着，特别是环境的问题，牧师甲你讲，将来环境，你要了解咱的环境，伊的天气变化种种，搁真真济人的心无一定介好。可能伊嘛讲研究譬如讲这病毒的研究，有可能自然的，有可能是研究无注意泄露出来，是人故意要陷害人的，这个病毒的问题，你将来也是佫会出现。咱即马咱已经是面对，咱毋知影到底是这个是自然环境的，还是一般因咧讲是人造出来。但是无管咱所拄着的物件，就是环境，就是甲咱讲，咱所拄着的环境是无一定较好势。新的一年也共款，咱无一定拢较好势。你有可能拄着这拄着迄，无好势，要安怎？咱来相信，相信啥？相信上帝的话甲咱讲。上帝甲咱讲，伊会搁再来，这是末日的世界时阵，伊会保守咱。你爱勇敢，爱对伊有信心，求伊看顾，每日按照伊的话语，咱来学习，咱来读，咱来行，你就免烦恼。因为伊要成全的，毋是这暂时，是将尾会咱比咱更加好的迄个国度也好，迄个日子也好。咱毋是要看即马，所以因为无要看即马，所以暂时真侪环境的问题，咱会当忍耐。虽然无介好，咱会当忍耐。咱会当去讲看出讲，这个物件主已经甲我讲将来会安怎？我知。虽然还未来，但是我知，我相信上帝所讲的。所讲的，所以我会去照做，我会照这个上帝所吩咐的一项一项来做。所以你圣经内底佫特别甲咱讲一个人，挪亚你就知，迄当阵挪亚也毋是做准的啦，对吧？伊一定是做准的。毋过上帝甲交代讲，即摆人偌歹咧，即摆我要审判，你爱做一只准，你只要做这只准的时阵，你爱甲你厝的人也好，还是你周围的人也好。有一日我要落大雨，要淹这个土地，你要做一只船，甲福音传出去。若是你敢要听？我日就拢遮好，哪会落大雨？你山顶要落雨，哪会安怎？可能你会袂想，你会讲这就袂安尼。不过挪亚互咱看到啥物？挪亚互咱看到讲，伊相信上帝。虽然迄种代志还未发生，伊就照上帝话。开始你做准，一直做，一直做。所以挪亚的故事真趣味牧师特别讲一个挪亚这个做大船的，互咱的启示。这足好诶。挪亚的大船的启示是啥物？你爱想看。意思是讲，上帝国活咯，咱有悔改无？咱有信这个福音无？你爱想。
咱有啊无？咱对即个上帝讲的即个末日的时阵，主耶稣要再来的时阵，你有传好无？时间你毋知嘛？挪亚迄当阵时间嘛毋知啊，毋过伊就落去预办，落去敲船啊，所以伊落去做船嘛，伊开始落去做，伊就开始做。所以咱来看个挪亚，你做这是意思讲，当初嘛是啊，咱即马嘛是安尼啊。所以咱迄个信心讲，主我相信你有一日一定搁再来，一定搁再来。啊，搁看啥物？你来看讲你会记哦，会记啥物？咱是共一只船内底哦，咱伫主耶稣内底合一哦。用和平来相结连哦，咱爱注意哦，爱注意哦，爱守啥物？圣神所赏赐互咱的合一。兄弟姊妹，咱即马教会有合一无？无毋对，逐个拢会讲啥物？毋过咱是迄个听当心，也是分别心，也是鼓励，也是讲迄个互逐个分开的话咧。咱有和平无？咱有做伙守上帝互咱的无？咱有即个信心要去做，还是讲后位讲伊的，莫管。毋是，咱爱想，有诶人若要甲咱拆开，咱讲安尼袂得做诶，咱伫主诶内底，咱用和平来相连，来鼓励，来抗勉，咱是合一诶，毋好互人来甲咱拆煞了了。一寡话特别你当中牧师要讲，咱爱保守上帝互咱诶，咱毋则有即个信心，咱是属于神诶，所以咱爱讲即个话，咱爱互相抗勉。第三项咧。即个大船是安怎？即个大船是你大雨进前就起做的哦。这大船是雨来要，意思讲即摆末日要来哦。你有预办无？咱讲主耶稣随时就来是你想会到就来哦。咱无放风咧，咱就逐工讲咱无代志啊。这天气拢足好，袂落雨啦。这拢无问题。毋是，咱爱相信讲主耶稣伫咱想会到的所在。你今仔预办好。你有随便预办，我注定来，我拢预办好，因为我的信心就伫遮。你当时来拢袂要紧，因为我拢用信心领受，用信心去回应。你伫我身躯所造就、所启示的，我拢愿意用信心去一项一项做。虽然无一定做了圆满，但是迄个心是伫的。安尼我相信咱就免惊遐。再来，即甲咱讲啥？你爱健康哦。你爱健康，你食到80岁嘛爱健康哦。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上帝要继续往你做足侪人的祝福呢。你看摩西，咱对头讲的摩西，你旷野40年80岁了后，甲救出来呢。你圣经内底加力有啊无？伊你80岁时阵讲，我共阮若足用的，我上帝你若互我迄个土地怎还袂落来，我原来要拍拼要甲争取来。所以你嘛要保守，毋讲我80岁我无代志啊，我纳凉啊，我无。上帝讲你是上帝的光呢。你是盐呢？你是和平使者呢？你拢无去传福音，无去分享互人，安尼哪对？安尼你世上你都无代志做，安尼敢好？所以讲咱来了解，咱来健康，咱就会当什么去到处甲服侍。牧师真正分享互恁，服侍的人是有福气，是快乐的。你服侍兄弟姊妹也好，服侍未信主也好，总是你若伫主内底，你爱想讲，咱活日的一日。主拢要使用咱，成做伊的器皿，会当互器具，会当安怎，互人祝福，咱家己嘛得着福气。所以咱爱保持健康，咱无论几岁，咱家己的身体嘛是爱保持好。当然兄弟姊妹身体若较无够，咱来祈祷，咱为伊来守护，这拢足水，这拢足水。过来咧，你做即个工课你的信心你表现的像别人会讲，毋来你捌听过人甲你讲，你信就好啊，莫信甲跋倒，我毋知你捌听过无？我牧师捌听过。你信甲敢若了走正鱼，你信甲跋倒，毋是咱毋惊人批评，咱专心做上帝主要咱按做诶代志。咱毋惊批评，伊讲啥无要紧，讲咱哪无要紧，但是咱的信心，咱对主诶即个方向，对主诶交代，咱用迄个心，讲我就是一直做，我来该做，我来做。你讲安怎袂要紧？你批评我嘛毋惊，因为我有即个信心是信上帝，是上帝甲我呼召的。我你内底我就爱做即个代志啊。因为主若来，我会当好交代啊。我若因为惊人，惊即个讲，惊迄个讲，啥物都毋敢做。你真济上帝所互你的，你就做。
啊，你也毋敢做，可惜。啊，上帝到时就问你讲，啊，我互你的恩赐咧，啊，我互你遐济时间咧，啊，我互你的金银的钱财咧，啊，你拢摕去倒？啊，无，啊，迄个主耶稣歹势，啊，我拢甲藏起来，因为我著惊人看，惊人知咧，我安尼著袂歹，啊，所以藏起来。啊，你想的结局是啥？啊，你也知圣经就知，到时你会后悔，啊，你会后悔，啊，你会后悔。所以咱咧做主的代志，毋惊人批评。啊，该咱做该做，哦，咱咧疼心的内底，该讲的咱讲，啊，该鼓励该鼓励，该劝勉的劝勉，哦，啊，毋是讲啊，别人讲啊，无拢莫做，拢莫讲，啊，有当时是莫讲，啊，但是有当时阵就爱讲，啊，咱咧就是互相劝勉，因为咱咧做的内底，咱是要行天国的路，咱毋是要行地上的路，哦，咱毋免惊人，哦，主耶稣嘛甲咱讲哦，哦，你毋好惊人哦，哦，人结果你的肉体无去尔，啊，你的灵魂呢？你爱去惊的是你永远迄个灵魂，你主的遐是毋是主学路，这较重要。哦，咱来看较远的，咱莫安尼看近近哦。所以你爱去高处吼来看你的味，你爱徛关山，毋是看马烧塔咯，你爱徛关山，看着讲上帝为你预备的，为你将来哦，迄遐尼好。你有这个你的生活当中讲是，我著爱为这来拍拼来努力。所以你要保持你的身体健康，啊，你要有这个关注，啊，来看到你的未来。哦，咱爱像迄个鹰鸟共款，哦，麻雀共款，你咧天顶咧飞，啊，咱莫讲像迄鸡咧涂骹咧一直哭一直哭一直洗，啊，你毋知影你到底你要去倒干，踮咧洗上一直洗。所以咱爱当了解，咱爱徛咧关山，看搁较远，啊，看到上帝的迄个未来要互你的祝福。哦，啊，搁刷落，我知影即摆真侪基督徒。啊！我家己做基督徒，我家己一个咯，我家己咯，我家己甲上帝关系咯，歹势啊！恁安尼你都无了解，你若讲我家己安尼就好啊，你都无了解上帝为虾米你地上做教会，这是一个家，这个家有真侪兄弟姊妹，毋是你一个就好啊，你也毋是干那一个啊，你有遮侪兄弟姊妹，你若恁兜的囡仔，足侪个伊迄个人讲，干我一个，啊，拢无要插啊！啊！你做老爸老母，你会安怎想？啊！你讲啊，你敢若毋对，咱咧主的内底，咱都爱互相交配。啊，为什么互相交配？啊，互相勉励，啊嘛爱互相啥？因为咱会拄着撒旦，也是即个真济即个试探。啊，咱会使互相安怎祈祷避免，毋好去入去迄个刺内底。啊，咱袂注意啊，咱看目睭落落袂清楚啊。啊，兄弟姊妹边仔咧看讲，哎哟，这某吼，啊牧师啊，这安尼莫做，哎哟，感谢主，加在你甲我提醒。所以咱为什么就爱有属灵的伙伴？哦，为了安全，咱为什么爱基督徒就爱互相，毋是干那我家己一个。我听到真侪人讲，我基督徒我甲上帝关系好，其他我都无错。其实伊无了解上帝心，啊，无了解上帝心，这也毋是信心，这嘛毋是信心。哦，咱来了解上帝要安怎做，所显出来迄种才是信心。啊，是顺服的心，哦，这就是顺服的心，哦，啊，你甲看，你讲哦，速度啊，毋是上重要的。你讲有的人较紧，有的人较慢，迄不要紧，迄个心较要紧。哦，伊讲迄个田的有啊，甲迄个印度吧，哦，一个走足紧的，一个走足慢的，毋过不要紧啊，做到尾啊，嘛拢你尊重较要紧啊。哦，你走紧，你无去尊重嘛无效，无你咧保护内底嘛无效。啊！你虽然慢一步一步，迄个信心，所以上帝嘛甲咱讲，咱着对这现在状况，啊，有人紧有人慢，咱免比较，咱着伫上帝内底，咱着用迄个信心，啊，咱着讲主，我愿意顺服，啊，你遮你就是顺服。所以讲信心嘛是顺服，信心嘛是顺服，顺服上帝讲的未来，虽然还未成就，毋过你咧顺服讲，主啊，你安尼讲，我愿意顺服，虽然我无一定拢了解，啊，我对圣经也无一定拢完全明白。啊，真侪代志会当明白，我尽量去做，我著一直去做。啊，无明白的，我放在我的心肝内底，一直思想。我相信上帝拢会照真侪的环境，甲咱启示，甲咱启示。我相信每一个兄弟姊妹，你的生活一定有真侪啊，拄着生活当中啊，上帝伫迄个当中出手，甲你帮助，甲你启示，互你了解讲，哦，你住的内底是真侪代志，我想袂到，毋过。咱行过啦，尤其是特别痛苦的一大代志。你伫当中安怎想都想无啦。敢若讲咱即马 COVID-19，主啊，哪会安尼啦？哎哟，世界安尼都无好。主啊，这敢毋知较短？我时间拖遮长，我逐个遮无利便。
哦，啊，你做5万去教会，大家聚会，啊，都无法度，啊，就你线上，啊，你线系你这空中，哦，虽然啊，毋过我足爱去教会，甲大家做，毋过即摆无法度呢，啊，咱就领导讲主啊，啊，我拢相信，哦，这是你的暂时，哦，你所应允的，哦，我会当面对即个，啊，我会当忍耐，啊，我顺咯，啊，你迄一日，将来迄一日，毋是干那咧地上尔，天顶地上哦，所有的宇宙哦，拢要做定来敬拜，啊，各种无共款的民族。咱拢做阵要伫主的面头前来敬拜，哦，还足水。所以咱啊嘛毋好讲啊，我人较紧，我较慢，也免烦恼这。咱来讲，咱迄个心里头，咱啊一步一步嘛不要紧，哦，今日无要做，哦，今日无要做，啊，最后你爱记，这真侪代志啊，做这只船哦，这只船是上做外行人做的，啊，若内行做迄个铁达尼克迄个，我去争着迄个，我讲这个外用，去争着迄冰山哪点。啊，这话我毋是特别专家呢。上帝教伊做，伊顺服去做。所以咱有迄个愿意相信上帝话，顺服上帝话。啊，虽然咱无一定即摆马上就拢领受的，但是咱一步一步，啊，一步一步，啊，愿意照上帝话来做。啊，咱会看见讲未来上帝甲咱操办的，哦，迄偌赞！啊，咱用这个信心来领受。啊，你生活当中甲行动甲表现出来。啊，所以咱就知影，无论外口风雨偌大，哦，啊，咱若甲主做阵行，相信主，哦，啊，迄个庆，哦，迄个印记啦，吼，迄个庆啊，伫咧咱面头前。意思是讲，咱若愿意来做，今年，哦，你真水的路你头前，咱免惊，无论风雨偌大，上帝互咱的应允，互咱的记号，咱会当欢欢喜喜啊来去甲领受，这足重要，这足重要。哦，啊，第三点，牧师的时间小可。淡薄仔超过，小甲你讲，过来就是你个信心会要超越现在环境，环境真歹，环境啊拢还未成就，咱就会当领受。啊，咱来看这个啥，这个亚伯兰，哦，当初耶和华上帝啊叫亚伯兰出来讲，我要收取你啥物？哇，到80几岁啊！啊，这个耶和华你义上甲亚伯兰讲，啊，伯兰啊，啊你毋好惊，啊我是你的盾牌，我一定大大的保守你。啊！要来讲啊，主啊，我都无惊，你搁要收拾我啥物？啊！若要亲像我家业，我看敢若阮兜内底迄个吼，迄个大马色人，迄个台北色人啊，吼，迄个以利以谢啦，迄个啦，敢若迄个啦，啊都无啊咧，哦，啊讲你也无我惊，啊无来讲你也无我惊，啊出事伫阮兜迄个就敢若即个尔。主甲讲哦，我会甲你讲，即个人啊，袂当成做你的兴趣。你本身所生的才是啦，啊怎啊甲牵伊出去外口？你看天边，哦，顶悬的天星，你算会过来无？哦，啊，这拢要做你的后裔。咱若看这真趣味哦，啊，真趣味为什么？哦，要不然讲，啊，主你讲我就信，啊，啊，就耶和华就这就算作伊是伊的，啊，伊的义。你若个对后壁看的时，就讲迄人吼，主甲这个。啊！别人带出去讯息，你是安尼，啊！你是你看到星无？你看袂到咧，嘿，安尼真趣味哦。啊，咱圣经特别甲咱讲吼，主甲这个啊，别人讲了吼，啊，别人讲了吼，哦，啊，怎甲伊入约哦？啊，入约了咯吼，啊，别人则困去，啊，日头落山啊，就困去，啊，落山星才会出来嘛，啊，毋过啊，别人就困去，所以这你咱讲。啊，伯兰迄当阵是无看到星的，嘛是无看到星。哦，伊甲讲哦，哦，啊，你这后代安怎安怎？哦，哎，经过几落百年，400年了，哦，才开始伫迄个埃及迄个所在，哇，啊，长大啊，才出来，哦，迄后，足久诶，迄足久。毋过啊，伯兰相信诶，意思是讲啥？真正诶信心哦，虽然顺落，啊，会当忍耐暂时诶时间，无一定成就诶代志。是超越的时间，哦，你若想着较早有一项代志是大概19几年，我想看嘛，1987年，这个天文学家吼，伊去发现一粒天星啊，哦，新的，足光的，哦，足欢喜。结果因就去追查去研究，用科学去证实讲，啊，这等于是几千万年进前的当初。一粒星吼，一粒星爆炸了所产生出来，这什么意思？
意思讲，当初上帝做真侪代志吼，咱即马才看，咱即马才看。后壁啦，迄当初敢有看到伊诶后事汉哩济？无啊。毋过伊相信啊，今仔日共款啊，主教咱讲伊会一定搁再来啊。环境是安怎拢甲咱讲啊？你有信心无？你有相信？咱还未看到，时间还未到，有当时吼，咱落迄个无忍耐心爱出来。牧师也会，哎哟，哪会等遮久，主啊，那遮久我拢还未，甲祈祷遮久还未好。有当时就是安尼，要甲大家做一个见证。我为我的老爸老母祈祷。因为我自细汉伫家人庙口的即个庙堂，所以讲因的环境背景，阮老爸老母自细汉嘛是伫庙迄个所在的生活当中，因拢信迄个咱传统的即个佛教甲道教的综合。你看我祈祷偌久？我祈祷要20-30年，一直祈祷，有想到就祈祷。上主啊，咱这遮尔好，为什么咱家己老爸老母袂有法度？别人讲人别人接受，是咱家己的兄弟姊妹也好，还是家己的老爸，咱拢无要听，无要信，拢是会讲主啊，哪会安尼？是为什么吗？嘛会淡薄仔无信心。总是讲，若祈祷就讲主，我相信。因为你爱死上每一个，我相信你听我，你讲一个人得救，全家拢爱得到全家拢爱得救主你嘛是安尼讲当然，我的家我家己上帝互我创造的这个家是无毋对，但是我嘛受到家己老爸老母所以讲这当中20-30年的祈祷，20-30年的等候因也终于受洗咧所以这也是感谢主。所以讲有时阵这个信心的时间的部分拢还未出来。哎呀，做忍耐，忍耐心，忍耐心。所以呢，正讲的信心，咱咧基督教内底，正讲的信心是啥？就是讲你有相信上帝的话无？相信主耶稣的话。咱甲主耶稣的话是安怎来看待咧？咱是毋是像摩西？咱的生活当中，因为相信主安怎讲，咱愿意做正确的选择来行动咧。咱的这个信心是毋是像迄个得奖的挪亚共款？讲主啊，你安怎讲就安怎成就，你安怎讲就安怎成就。我相信你安怎讲，我愿意顺服。第三点，咱会当像亚伯拉罕，讲虽然即马还未完成，但是迄个时间，我相信主你会成，所以我会当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会当忍耐，我会当忍耐。所以你会当注意看，真正信心是有行动、有顺服、有忍耐，有顺服有忍耐。所以今年同款，主讲你出你入，伊拢要甲咱祝福。你爱抓着即个应允，主是看顾咱的。新的一年，即条路咱毋捌行过，因为未来的日子咱毋知。毋过你伫主的内底，你相信主，甲你保守，甲你引带，你要交透互伊。你愿意伫新的这一年当中，你了解咱的主，伊是阿尔法，伊是欧米伽，伊是起初的，也是最终的所以咱会当这一年当中，咱对主遐来领出信心，讲主我伫遮，求主互我对你来信心，一日比一日更较强，一日比一日更较有把握，互我生活当中会当做正确的选择来行动。第二点，我会当相信主你的话我顺服，虽然即马还未成就，我会当顺服，我会当忍耐环境虽然无马上为我来开毋过我会当超越这个环境。所以求主帮助咱有对伊来真正正港的信心，这对咱这一年来讲是真大的祝福。因为咱所行这条路，毋是因为看见的，是因为有主的心，有主对水来的信心这是咱的福气。求主赐福。牧师今仔日分享到这，咱做一个祈祷。进来最后说，阮感谢你阮实在讲，阮的信心无够无完全。毋过，阮逐一摆若读到你的话，多谢你来鼓励阮，互阮的信心会当坚强伫你的话当中。因靠你的话，阮会当徛立；靠着你的话，阮会当勇敢；靠着你的话，阮会当面对头前的路。头前的路无一定一帆风顺，毋过阮会当乘风破浪阮会当突破这个环境所甲阮绑牢的，因为阮无受伊的影响，因为主你的宽容。你的话你的带领一定毋是突然的，是一定要束缚的，因为你所予阮的
意，心意是赐平安的意念，是互阮的庙后后日是更较有望望的。主，阮相信你要赐福，互你来到你面头前听你话的人，你要赐福，互每一个愿意顺服你的人，你要赐福，愿意因为主来忍耐，虽然暂时的拖磨，但将尾却是得到迄更较大的报赏。主啊，这是何等的美好！阮感谢你来提醒阮，祝福兄弟姊妹，伫新的一年靠主阮来行头一个道路，欢欢喜喜，会当无但得到快乐，得到欢喜，得到讲主这条路是阮要行的。主，阮感谢你，一切荣耀归于你，愿主你的平安喜乐、快乐充满伫阮的当中。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